裝修年假試訂就係今日4月11號啊，8點幾夜晚啦，嚟到彩虹村呢一個2至3欄嘅單位特初尺嘅。咁我哋呢一度咧，呢個梁下邊我哋會揀一個衣櫃間到2.8米度，咁呢白咧就係一個電腦台，2米個衣櫃咧就一邊係媽咪嗰邊用，一邊係仔用嘅，咁就係間喺中間個梁嗰度咯，居中間兩邊都留翻4尺長4尺長嘅空間啦。嘅時候你啱啱好間到呢個位置嘅，咁地時候上邊有條梁拉翻個拉鏈簡單啲，咁就隔開個仔空間。然之後去到呢一邊咧，就個獅子櫃啦、電視櫃呢一度個通道嘅。咁然之後露台呢度會做翻個窗，咁呢個位置大概有60度，咁唔拆個鐵網嘅，直接做4個趟窗。呢個將來會裝一部分體嘅冷氣機啦。就大概呢個空間啦，咁呢邊係廚房，呢度係廁所嘅空間，白熱窗嚟嘅。出邊嘅景啊！